Soul Activation with Sylvia。 歡迎你嚟到呢段專屬於新地球頻率嘅靜心冥想。喺4月25日，天王星正式進入雙子座，開啟為期7年嘅宇宙能量革命。天王星代表突破同革新，雙子座掌管思維、認知、溝通同意識。上一次天王星行經雙子座，人類誕生電腦、電視，重塑咗全球嘅溝通同生活模式。而今次嘅7年，係屬於我哋內在思維嘅革命。外部 AI 科技快速演進，世界不斷變動，而宇宙最核心嘅引領，係讓我哋覺察自身無意識嘅內在敘事，已經打破脫離約束自我嘅舊思維、舊認知同舊限制性信念。喺呢一場強大嘅星象變革力量之下，再配搭4月4日44高維門戶嘅餘韻，通往新地球嘅揚升通道已經全面打開。舊地球嘅對立、焦慮、控制、孤獨嘅低頻矩陣慢慢退去，新地球嘅和平、愛、合一同自由嘅頻率正喺度快速連接到我哋嘅身心同意識之中。以下嘅冥想將透過3層深度嘅校準，讓你從頭腦回到心，從抗拒回到臣服，從孤獨回到集體，最終穩定進入新地球通道，與高頻完全銜接。而家，請你揾一個安靜嘅位置坐低，背部自然挺直，雙手放輕，慢慢合上雙眼，然後將注意力帶到你嘅呼吸，吸氣時放鬆額頭，放鬆眉間，呼氣時釋放頭腦嘅雜念、擔憂、判斷同控制。舊地球嘅低頻矩陣總係
讓我哋嘅大腦依賴懷疑、防備同焦慮，而新地球嘅頻率全由心輪引導。而家將呼吸慢慢帶到胸口正中央，吸氣時感受溫柔嘅光進入心輪，心輪開始擴張，變得柔軟，然後完全打開。呼氣時，釋放所有大腦嘅控制、緊張同恐懼。繼續保持呼吸，每一次嘅吸氣，你會越嚟越靠近你嘅心，每一次嘅呼氣，你會越嚟越遠離低頻巨震。你嘅心就係通往新地球最真實嘅通道。繼續保持心輪呼吸。而家我哋進入第二層校準，從抗拒改變轉為主動臣服於當下，允許一切如是，允許情緒流動，允許生活自然展開，不再抗拒，不再找緊，不再焦慮未來。吸氣時，接收宇宙嘅安心同信任；呼氣時，放下所有抗拒、緊張同不安。當你臣服，神經系統自然放鬆、穩定，回歸平靜。當你穩定，新地球頻率才可以真正進入你嘅身體，你唔再被動被能量推
驅動，而係主動同宇宙同頻，繼續平靜地進行心輪呼吸。而家進入最深層嘅校準，從孤獨自我轉為集體共創，感受你嘅心輪發出柔和嘅光。呢一道光連接每一位覺醒嘅靈魂，感應每一個穩定嘅心輪，更可靠近新地球嘅每一道光。我哋再唔係獨自前行，我哋係集體揚升，集體覺醒，同集體共創新地球。感受集體意識嘅溫暖、力量、平和同合一。你再唔係孤單一個人，你係集體嘅一部分，你係新地球嘅共同創造者，你嘅光可以擴大整個新地球嘅能量場。3層校準已經完成。你從大腦回到心輪，從抗拒回到臣服，從孤獨回到集體共創。你已經穩定地進入高頻嘅狀態。新地球嘅通道與你同在，你已經順利銜接，穩定進入，完全與新地球共振。你不再屬於舊地球，你已經係新地球嘅一部分。慢慢深呼吸3次，每當吸氣嘅時候，將新地球嘅頻率進一步投進你嘅體內，呼氣嘅時候，頻率就會穩定紮根喺你嘅內心。慢慢活動下手指
同腳趾，然後就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感受一下你已穩定銜接新地球嘅頻率。之後嘅每一日，當你回歸到內心，處於臣服、主動連結新地球嘅集體，你就可穩定地處於新地球當中。感謝每一位願意覺醒嘅靈魂，我哋下次再見。